今仔日东北风真强，北部东半部有雨。明仔载透早，北部低温会落到17度，各地早暗的温差真大，水汽会来减少。5月初1日连假，东半部的水汽较侪，较会落雨。若其他各地是温暖舒适的天气，中南部的高温到33度，有热天的感觉。 北部、东部水汽较重，早起若出门无夹一个雨伞，会压淡气，因为东北季风真强，吹过台湾。为雷达回波图来看，台湾北部、东半部会落阵雨。看这个办势，即阵东北季风暂时未离开台湾。 这波东北季风今天开始影响，会影响到星期三清晨。在温度方面，其实这2天的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天气是比较凉爽一些，中南部白天还算比较热。明天清晨、后天清晨的低温，在北部、东北部甚至东部地区的低温大约是17、18度左右。今天下半天有水汽会稍微少一些，所以预估下午以后只剩东半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 今日因为东北季风，北部、东北部唔若偏凉，风头面较够落雨。拜二东北季风影响上大，北部、中部透早气温会落到17度，各地温差较大，加在水汽变较少啊。拜三、拜四东北季风有减弱，较未落雨啊。各地回温节分较好天，高温有32度。大家上午嘛是5月劳动节连假，各地拢真舒适，袂输热天咧。 降雨情况也只剩东半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可以看到阳光。是讲提醒金马地区的乡亲，5月连假较后大忙，恐惊影响到空中的交通。